你摕这哦？嘿，哦，这赞哦！你知影这是啥？我知影这是啥话啊？这就是迄个摇的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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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米饭米哩啊，米饭米哩啊，哎。你哦，我未来，唔是，唔是，你拍开来看，拍开哦。内底有细节。哎哦，哎哦，有猪呢，搁汤匙啊呢。是啊，就是今仔日的主题啊，要带你个菜市啊！我讲食透头，伊讲菜市啊，嘛无唔对我啦。大家去菜市拢安尼呢，但是好煮啊！来来来，哦，吃这边啊，来，随时要带这。随时爱食啦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今仔日是爱食物件，但是唔是去菜市啊啦。哦，到底是要去对食？这个所在呢，伊的料理真正有态度，就有家己的风格。你又看来台南，安怎讲？台南要食啥物拢有啊，对不？你若要食沙白鱼嘛，有蒸沙白鱼啊。是啦，但是咱一般来讲，无遮尔啊熟的，有特别的有态度。你又看卖，搁一个所在，无遮熟，又看卖。南投意面，南投意面，大家较唔知啊。南投意面台北嘛有啊，但是迄个所在的料理只有迄个所在食得到。哦，我甲你讲啊，妈祖。妈做伤远啊！好啦，老酒炒饭。唔是，我甲你讲，这个所在是宜兰。咱要去宜兰食，迄个所在上特别的物件。有态度。期待。嘿啊，但是咱一届有共款有一个好朋友，伊要做伙来食物件。哦，好哦，来邀请出来。邀请陈英文。哎呀，英文，宜兰人呢？宜兰人。哎呦，欢迎啊！我你跳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是演歌戏哦？你嘛是宜兰人对不？我拄则无拄着这段。无拄着这段，我嘛是啊。阮这座单位拢对阮这有想法啦。因为你甲伊讲，宜兰的料理上特别、上有个性的部分是啥？阮宜兰哦，足特别的。恁敢有听过猫年啊是啥？猫面啊！猫年啊！你有在食猫面啊？足恐怖的。哇呢，救人哦！甲宜兰哦有猫年啊这个物件。猫年啊是啥物啊？就是恁讲的水晶饺。哦，水晶饺。对。水晶饺是恁叫猫年啊？对啊，不过会三角形的，唔是迄种敢咧水饺迄种。啊，台北嘛有啊。有，不过因唔是叫猫年啊嘛，台北有诶薄薄诶，较薄，无讲足厚诶啊，迄无 Q， 食起来会受气。无 Q， 但是阮去恁遐食，那会无料，无料受够啊，全皮。皮会受功夫诶呢。敢有功夫受够安尼袂使，对无？大家嘛要食内底啊。不过你知影我细汉的时阵啊吼，因为阮阿公啊常常讲我要去菜市场买猫年啊，哦真恐怖，迄个猫啊拢有9条命。阿公啊，你会当卖讲猫年啊？你就讲水晶饺，讲国语就好啊。足生气的。哎呀，今仔日咱的主题呢，就是要去宜兰食物件。浩志哥，你有邀的无？有啊。有啊，准备好啊。准备好啊。咱来邀请咱的导览先生9号空3，你来介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爱食佮爱对路的空3，今仔日呢要用料理来讲宜兰的故事哦。甲你的碗碟穿得好，咱要上菜咯。
过你迄喙暖切一下，你喙暖流落来啊！你看到伊机遮大机哦。你看甲规个人戆去安尼，是毋是感觉看起来足好食？我早甲你讲，这影片啊用放较长。嘿啦，你影片啊用较长的，你嘿啦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啊有2种，唔知大家敢有看出来？有一个是西餐，一个是传统的宜兰菜。所以今仔2位倒咱先生呢，伊是无共派，不过呢，因2个是好朋友哦。所以好朋友今仔日要来先拼先到底谁会赢呢？我来先邀请第1位倒咱先生，伊呢是台南传统宜兰菜的代表，伊是阮的阿芳老师，欢迎，欢迎。哇！看这高水的，后壁还有西啦，哦，去过嘞啊。过嘞啊呢。啊，咱宜兰高好水啊！这高水，我甲你讲，阿芳老师伊尔会晓煮尔，伊搁足够讲故事的，嘿，伊也是教讲这宜兰的历史，应该有20外档的时间啊。愈煮愈讲故事，啊，甲这故事啊，搁历史。甲伊的料理安尼教做伙，互大家人来食物件，搁会当听一寡宜兰的故事转去。嘿啦，有食搁有料啦。赞。嘿，啊，等下就互阿芳老师豆豆甲大家讲，好，请坐。欢迎。好。第2位要介绍的倒咱先生呢，伊是用料理甲世界做交陪的 Candy， 欢迎 Candy。哎呦，欢迎。你录哦，有看过吗？有看过吗？白色吼。等下有吗？有吗？你想一个啦。你想一下啊！水的你那有呢，而且这个声音唔你我少年的时阵拄过你。嘿啦，少年的，你拄仔毋是讲你有2个查某朋友伫宜兰？不然我甲伊无交往，是另外2个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着拍算伊啊，伊为足够煮食的。我知。嘿，哦，你知哦，因为国小的时阵着咧煮食，国中伊就想要开餐厅，啊，刷来搁一个人去法国遐咧学料理，嘿，所以咧，即马就伫宜兰开一个西餐厅，好主阁嘛有去食过，等下就请坐，阮等下好好大家来分享。好，欢迎。哦，阿芳兄甲 Candy。是。有食我看迄个影片内底，迄支足大支的，就是你的料理对无？无错。迄支就是你去法国学转来。嘿，对。对。阮的招牌。哎，但是我记我去想去食，应该差不多要10年前啊吧。2016年。 2016年前，9年呢，对。10年前啊。所以你念不忘，我刚才你还会记得。对啊。啊，恁哪会讲去遐学的，啊，转来做宜兰的料理？那毋是用迄个法国的料理？应该是讲我足爱宜兰的，我伫宜兰大汉。啊，为读大学离开宜兰，去台北学煮食。啊嘛是想讲有一天要转来家己的故乡，嘿，啊用家己专长啊熬煮食这个代志来，是要转来故乡拍拼，嘿啊，啊就是我拢讲我还蛮读册，啊毋过就是会晓煮食，所以阮就用料理，然后甲老师同齐用料理讲故事，嘿。啊你讲有去法国？系啊。你几岁时阵？20几岁时阵去。20几岁。其实我去遐受影响上侪是我住喺一个法国人因兜，啊我有一个方妈伊就是法国人，啊伊足够煮食的，吼啊所以有一摆我就甲伊开讲，我就甲伊讲，阮去台湾想的法国料理就是迄种盘啊真大块，啊菜一喙，对，啊食三边啊毋知为啥啊你食袂饱，啊可能食到搁要困去，嘿我讲啊恁是拢食迄吗？嘿，伊讲无啦，因为伊讲其实伫法国的生活内底，毋是逐个人。一直拢爱介意食即种的餐厅，家庭料理无共。嘿，因就讲迄其实就是有特别日子才会食。啊，若讲伊的日常常常食的，就是阮讲的 bistro，小餐馆即种的。啊，我甲伊了解了，伊就讲其实吼料理要好食，无一定爱高级的食材。伊讲上好食的料理就是你边仔有种啥。啊！你即个季节有啥物，你就用遮个材料来煮，这才是上好的法国料理的精神。我想嘿，这是一个概念啦。转来到台湾就想讲，啊，阮宜兰遮侪好的食材，我应该嘛爱安尼用。但都毋是讲一定爱用啥物进口的食材。嘿。啊，这边是阿芳兄，阿芳兄是客家人。闽南人啊。闽南人，但是你头前这块布应该是客家人。但是我会讲这。闽南人嘛是用这款布。对啊，我细汉时阵家的面皮嘛是安尼啊，嘛是这个花啊。闽南人拢是安尼啊。
我拄则看影片内底有迄咸糜是你煮的，哎，阮煮的嘿，嘿，招招牌，阮兜煮的，恁兜煮的，记的是啥物？记耶，煮宜兰 Q，宜兰 Q 真好食，阮兜煮真好食，啊，食饭叫啥物？食饭，食肥，啊姜梅，洗粉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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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粉这酥。份酥真啊，诶，你啉汤哦，啉汤用头羹啊，汤匙啊，头羹啊，敢若头头唔知去经啥物头其实羹啊。是讲迄个调羹呐。调羹很吃的那一种。啊，你哪会想讲用这个料理来介绍宜兰？因为我其实拢伫教迄个宜兰历史啦。是，甲教教哦，学生拢困了了去啊。真的，我大概听历史拢足好困的呢，历史啦、地理啦。所以咱就爱一直爱想尽办法讲吼，安那互咱即个地方的文化甲历史吼，互人较紧接受嘛。是，我想着讲爱用食较紧啊。哎，真正哎，你食的到尾啊，若历史听无半项吼，上无嘛无枵着。食饱，你讲看啊，若是无传食的物件的导览城市，你嘛听的都定定爱困啊。我无爱困，我会假笑。加钱，啊，你今仔会足欢喜的，足欢喜嘿，你今仔卖欢乐，今仔学足多。哎呦，都无知啦。是啦是啦。哦，嘿，所以今仔日啊，老师新啦，老师新嘿，要2年啊，紧诶。安尼好，好来进来，哎，欢迎。宜兰即款烧的咸糜哦，汤拢去互米心甲扫了了去，迄个精华拢走入米内底。哎呦，那会得紧啦，这生咸啊！调羹仔咧甲炒咧有无？安尼是安尼咧，袂倒。袂倒。过年期间来较宜兰啦，每一间庙吼，拢有即款的饼啊，吼，巴费免钱。哇！这出站，啊，你食汤海宜兰的猪肉吼，是北台湾上好的啦。啊，阮吼就发明一个吼13香的迄个红烧肉。啊，你硬一块啊，剩咧一半只有我。这太水了，你看你，哎呦！阿峰啊，老师新啦。老师先，安尼好，好来进来，哎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宜兰来的阿峰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真好食的宜兰料理。哦，澎湃有看到无？最好最好啊！这阮兜的咸糜啦，这吼你甲迄个伫台北是伫西部看到咸糜无共款。咱咧台南的咸糜吼是汤翻汤、米翻米，吼，拢靠高汤啊。但是咱这宜兰的吼，你会看咱糕有些安尼烤安尼，有些看起来根本都无汤。对，拢无汤啊。哎，是啥物原因呢？因为南部迄咸糜吼是用嗰个在来米煮的，嘿，啊，咱宜兰的咸糜是用蓬莱米，咱食米吼，咱的蓬莱米吼较 Q， 啊，伊即马煮滚的当中吼，迄水吼，迄淀粉拢走入水内底，嘿，啊，到尾啊，所以讲你这宜兰即款烧的咸糜吼，无论你安怎煮吼，到尾拢渣渣啦，汤拢去互米心甲扫了去，所以。迄个精华拢走入米内底。所以恁兜咸糜嘛生做安尼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宜兰拢煮即款哎呦，的。那会得紧啦！哇，是紧了吧？哈哈哈！你看，这生咸啊！哦，伤咸嘛。你看，你若当时啊，你讲调羹安怎讲？头羹啊，跳羹啊，调羹啊，你甲炒咧有无？嘿，袂倒，袂倒。安尼是安尼咧。所以我进前哦，去食糜的时阵吼，嘛淡淡哦，足侪水的吼，我拢感觉讲嘛是偷工减料。无客米，对无？拢干那汤尔。快讲啊，紧哦，食。紧食，哎呦呀！哦，虾米有够香的。嘿啊，咱宜兰吼，挖海嘛，吼，啊，用这迄个虾米类吼，啊，迄个海味就走出来。哦，啊，因为咱咸糜其实是一个真素常、真那个local的食材啦。迄阮兜养过若食
食袂起迄个凊饭凊菜吼，落落去，佮加一寡水吼，安尼，佮加一咸酱，迄就咸梅啊。安尼赞。哦，这咸梅好食好食。哎，哦，你若看这咱是咱那个即咸梅影片啦吼，迄就安尼，所有的物件了甲下落吼，啊落来啊滚滚的，啊就是一种，啊这是咱挂钓的时吼，送去迄落，甲咱来斗相共的这挂钓的农民吼。食点心真时尚的物件，所以这叫挂钓仔饭。挂钓仔糜吼，挂钓仔饭，啊，这是阮迄当阵啊，拢甲菜担去铲的内底啊，就炸一个即款干蚵仔去啊，适当所在涂骹放咧，啊泡泡啊，再硬一寡菜，就去适当的所在去食安尼。这糜是点心啦。这半吼，真正是这做餐人的生活呢。对无？因为迄时阵你若是要挂钓啊，你嘛无可能讲搁付钱吼，互相叫伊来做线工啊。结果是厝边头尾招的来甲我斗挂工啊，嘿，啊我用这盘来款待你，感谢，这是我对你的感谢。过来吼，咱这个咸梅吼，普通一般人外地人来吼，拢会甲这个平安梅吼连做伙，吼，那大家有的人甚至拢直接就讲，这就是平安梅。因为你若伫过年期间、新正年头来较宜兰啦，每一间庙吼，差不多拢有这款的平安梅。对，嘿，我来讲吼，阮宜兰的庙吼，输人毋输阵。你若过年期间来宜兰任何一个庙吼，毋是有咸梅啦，就咸圆仔啦，啥红蛋。嘿，红蛋，迄个土地公庙啦，吼。你看，这就是咱当家地公庙啊。连吼摕碗吼，都要摆几啊笼啊。吼，伊这迄个当家地君生正月初9吼，地君生进前5天就开始拢白费免钱。你搁甲看下一张。哇！这不但是平安梅吼，搁菜吼，互你食汤海。哇！所以恁过年恁兜拢毋免煮呢，拢去拜拜就。有一个地图，你就对遐，一间这样食饱。食到吼，到尾县政府出一张迄个平安州地图。你今仔日看你是要去倒一个乡镇，然后去找倒一间庙吼，去遐嘿食汤海。每一个庙拢摕伊家特色，你来看这就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你若像这足大地鱼安尼去饲吼。摕出来，互人配这个咸梅啦、菜脯、香菇吼，这是甜的竹米梅嘛，这个有迄个圆啊，汤圆哈。每一间拢无共款。嘿，安尼过年拢来宜兰就好啊。对，阮兜吼，因为咱普通咱过年吼，初开始吼，厝的拜拜出来吼，就行春嘛。所以讲我一个庙一个庙，所以差不多2天拢免起食。我嘛上欢喜，拢免煮。够赞嘞！上无2天。有当时啊，你搁通炸迄落保鲜盒。红果。对，你搁通外带。你会先过分袂？真的啦。有食够有掠。我会讲，你去宜兰你看，大家拢大大方方韩国的啦。这都要摕转来，阮囡仔食平安的啦。你袂使教歹囡仔大细咧，阮观众朋友会学呢。不要紧，尽量来。对，尽量来。你啊3个人讲。宜兰人拢知。安尼即摆我知啊。当时阮过年。拢外地啦。我外地啊。今年去。我要打一趟。今年过年啦。过婚啊。食到初9拢搁有哦。过来吼，浩子。来啊！咱宜兰有一句俗话讲，食肉食3餐，看戏看烂蛋。哦，烂蛋就是八关戏啦。吼，就意思就讲哦，戏内底上好看是八关戏，肉类内底上好食就是这3餐肉。吼，阮吼就发明一个吼，这个13香的迄个红烧肉。还有13香，就是13香就13项的香料嘛，会夹。这每一间药房、中药房，伊的13香口味拢无共款，虽人拢有虽人的秘方这样的。咱是用这个宜兰的老店吼，伊配的这方式吼。你这个差不多爱甲生，差不多上无1天以上，24小时以上。哎呦，生煞吼，再来运粉啊。
哦，温温啊了，才落去煮，煮，就会亲像安尼。来，才有甜。咱在讲的时间你给煮好啊。哎呦，才会甜，这看起来这个，我爱配我爱梅，这个色甜。这配梅上好，配梅这配梅上好。加我几块啊，了谢谢。来，啊，你硬一块啊，剩的一半才有我。来，你有只腰，哎，无这太水了，你看你，哎呦，你看这个，哎呦啊！啊，这个肥的部分拢是半透明的，看起来啊，袂这油。其实吼，你甲看咱这吼，感觉上个肥的较济对无？因为这是咱宜兰出名乌猪仔肉。阮想咱这推烧这样料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宜兰的猪肉吼是北台湾上好的啦。啊，这乌猪仔肉因为伊是本土品种，啊，过来的饲的时间较久，吼，所以伊的肉吼特别咧肉甜甲肉香拢特别好安尼。会使搁卖无？佮加一个。我是讲啊，一个啊，你就摕去休困啊。我建议讲你较每日走。敢会输多？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就两个便当嘛，都袂无。我拢肉拢无食着哦。就香就香，很像红烧肉。你个红烧肉，伊这个红烧肉原理共款嘛，这放凉食吼，放好凉食嘛是，袂嘛是迄个袂感觉油腻安尼。好食。好讲。来，过来咱食煞，咱来食甜点啦。哦，这我上爱食，我细汉时阵上爱食。啥货我哪看无？看无吼，这叫做高丁炊啦。高丁炊就高盐，9层吼。你真正甲算啊有高盐，从下到上吼，有高盐吼。啊，这咱宜兰的特色的方式，甲别人无共款，是讲你看伊顶悬是白，下骹是乌的嘛。顶悬白这是放咸的，啊下骹乌这是放乌糖。所以吼，理论上是为正甜甲普通啊甜。甲普通啊咸，甲正咸安尼，有迄个口味上的变化。对啊。吼，口味上的变化。所以你若咧食的时候，你是爱安尼规甲切落了，啊规地安尼甲横切，安尼吼，安尼即块来食。啊内底有甜，佫有咸。对。是毋是甲东南亚的娘惹糕有淡薄仔差不多拢是迄个原理做啦。你看什么板条啦，什么河粉啦啥，伊差不多拢是用再来米的米浆吼，啊落安尼做。过来这鸡仔粿，哦，鸡仔粿，你莫看听过鸡掌无？鸡掌啊，鸡掌就放迄个鸡嘛，就是煎，吼，啊咱就是讲硼砂。啊，伊这甲米落了吼，米本身就会化学变得变 QQ，这是咱台湾式的果冻，吼，啊这款吼本身无味嘛，所以讲爱用乌糖浆甲淋落安尼，嘿。啊，无就是敢若一个甜味。嘿，那无就是没有味道嘛，啊这尤其是热天，冰哦，啊冰冷，吼，啊个乌糖。真好食，真好食，哎呦，哦，哪食哪好食。今仔日就甲来介绍到这，多谢各位。我感觉真正一定要用食的来介绍历史，介绍在地文化。拢有听到。好，安尼谢谢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阮 Candy 老师嘛准备好啊。压力真大哦。哦。拄啊老师有讲，伊的是乌毛猪，我的是乌毛猪内底劳斯莱斯猪。哇，你是记者，我看看的 style。炖饭是阮宜兰的米哦。敢有老米心，有米心无？有米心，有奶煮。有厉害哦。阿峰老师，你敢会食的惯是有米我心的？食袂惯，我一三有两公鸡无咸。无咸啦。所以这就是一杯饮料，足侪种零法，下骹还有一粒金枣。这金枣就好食的呢，是甜的那哦。这宝。手机也再摕出来，甲我移落啊！哎呦喂啊！老师你看伊是不是足重的啦？还好啦，我烘已经烤。大来，阮 Candy 老师嘛准备好啊。压力真大哦。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爱用料理讲宜兰故事的宜兰总铺师 Candy， 今日就由我来用西式的料理，甲大家讲宜兰的故事。来哦！哇，拢无共啊！我是较有气质淡薄啊。哇，你是你就甲你看困的 style， 唔知像无气质啦。囡仔拢安拢安尼哦，歹教你奇怪。无啦吼，我是大家都看会出来，我是甲提示一下。嘿，啊，所来呢，就由我用西式的料理，甲大家分享阮宜兰的实在的故事。啊，老师拄啊头一路是宜兰的梅，啊，我的是啥物？炖饭哟。嘿，炖饭，嘿，我做的。嘿，绿素豆啊，因为这个节目我学会晓炖饭的台语，叫焖饭。焖饭啊，焖，迄个焖是啥物？焖啊会，慢慢啊焖会，哦，焖啊会哦，慢慢啊会，慢慢啊加水安尼加加焖焖种的迄个焖足咸的。焖啊，就是焖啊，嘿，伊早去学校学的时阵，迄老师啊，也是饭店的师傅拢讲啊，咱煮这意大利的焖饭，一定爱用进口的米，啊，进口的米较厉害，吼，进口的米较好食。迄当时我转来10几年前转来宜兰的时阵，我就伫想讲，阮宜兰哪有可能输外国米？无爱输，嘿，无爱输个性，哪有可能？嘿，其实我一开始嘛是用进口米，愈想愈感觉毋对啊，阮宜兰遮济好米，哪有可能找无？所以我就开始拜托迄种米的朋友，甲我斗找，啊，就找，就去阮宜兰一个叫圆山啊，嘛是我的故乡。阮圆山就找到即种米种叫高雄147，吼，伊是较圆的米。其实我后来知影，伊嘛是蓬莱米的一种。所以，好，拄我老师讲，蓬莱米的特色是啥物？较 Q。嘿，啊，煮安怎？煮点粉粉，嘿，高高嘿，这就是阮意大利焖饭的要爱效果，就是阮嘛是爱下高汤，嘛是爱家收干，啊，刷来同后尾爱有一个叫做糊化的动作，因为这淀粉质爱有够，才会高高，所以就想讲，这种米不哩适合用喺焖饭内底。啊，后来阮去餐厅，互人客食，互人客约看卖，你约看卖，即个米是倒位的米？有出国过的人客拢讲这进口的吧，因拢想袂到是阮宜兰的米哦。迄米的芳度甲伊口感拢袂输外国米。但是你煮了后，敢有留米心？有米心无？有，因为伊有耐煮，所以阮煮到尾伊嘛是会 QQ 有留米心。哦，安尼这有厉害的哦。阿芳老师，你敢会食的惯是有米我食心的？袂惯，我感觉迄是师傅两讲伊无像，无像啦，像即种人客来，阮拢会家煮做糜啦。我会使客制化，免玩咯。客制化无问题。会啦，就大哟。好叫啦。蓬莱米就是阮的特色，所以无论是煮糜还是做西餐，其实拢是正好的米，较使用。好，接来要来甲大家介绍即路，看得出我要介绍啥物吗？帕斯达米啊，是米，毋是米。鸡吧，意大利的米啊。吼，伊是去看袂到的所在。看袂到。是重点是即个酱料。哦，即个酱料是用阮宜兰遮有的往来豆子做的。豆子，往来豆乳你是安尼讲嘛？豆乳，阮是讲豆子，豆腐乳。阮妈妈每年的热天，拢会帮我拍迄豆腐，豆子，啊用宜兰的往来，来做豆子，因为其他的所在应该拢是用迄发酵的黄豆，啊，阮是用往来。去做伊的酵素的来源，嘿，啊，这就是往来，伊有真侪人毋知影，阮宜兰其实嘛有出往来。你看安尼圆圆吼，甲下港往来无共款，因为阮的个头较细粒，啊较圆，啊较古锥，甲阮宜兰人共款。啊，其实哦，阮宜兰种往来去日本时代就开始啊，只是真侪人毋知。啊，阮这是一种土往来的品种，所以伊的酸气甲甜度是足平衡的。伊讲啥物？水气生。酸气甲芳度，芳度，甲甜度还是较平衡的啊，袂讲像即马那种改到真甜，啊，食无着伊的芳气。嘿，啊，再来我阁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看伊甲下港的往来有啥物无共款？你无头呢？对，你足厉害啊，无头。
甲大家科普一下，咱拢讲是头对不对？啊，毋过去农夫遐是讲迄是尾，因为生食。嘿，啊，阮的是无尾。哦，无尾溜。嘿，你知为虾米吗？为虾米哦？可能较避暑。较避暑。宜兰人有当时较避暑，所以恁种的水果嘛是避暑。啊是惊伊的天气会食去甲挂掉。其实这真简单，因为要做家己的品牌辨识度。你若去宜兰的菜市啊吼，看到迄阿嬷，还是迄卖水果的人卖迄无尾的往来，9.9%就是为宜兰离湖来的。是安尼哦，较好认啦，较好认啦，较袂讲买唔对啊。嘿，所以阮的特色就是无尾，然后圆圆，啊，搁足甜的。改良。阮就是用这个黄梨甲豆子去做黄梨凤梨豆腐乳，嘿，伊食起来酸酸香香，哦，就是安尼。这画面足冲突呢。啊，你有想要食看卖伊啥物气味无？刚有炸啦！哎呦喂，哎呦！有着要赢阮阿芳老师，我连火鸡都给炸来啊！火鸡啊！嘿，哎呦！水啦，这就是豆子本人。豆子本人啦，本字就对啦。本字无毋对，因为这豆子啊用黄梨去做的，有伊家己的甜度，啊，这个甜若用火鸡给喷配，就一寡像迄焦糖的味道。手机会使摕出来甲我字落啊！哎呦喂啊！真够有魄力啊！来，老师你看伊心机足重的啦。老师你先来啦。食看妈有好食无？你好啊，讲哦。还好啦，我烘一点烤点。来。伊想要食原味的。啊是要豆泥，原味的豆泥。豆子今日无够济啊！无够济哦，配一个。配一个。这真好食呢。哦，我会食这是黄梨。哦，这个黄梨真棒呢，真呢。嘿，平常时拢是用黄豆。系啊，你别位食无？嘿，你无食就你去好，看。我来食看卖。爱食豆子，问一个点头。你使听？这若白梅吼来配足赞。哦，你嘛是搁想着梅？我，对，这个配姜梅都会。啊，迄个豆子我嘛配姜梅啦。对啊，因为阮大惯就是讲食这配梅。我就想讲，互伊有无共款的食的好吃，食看卖。哦，这边就看会出来。系啊，这边豆那腐那姜较侪济，要加多一点啦。豆泥，我介意。好食。哎，愈食愈好食，敢若要赢过姜梅啊！哇，哦，你直接好吧？我较侪伊哦，慢点，你直接你嘛。你就别人代表咧。好，安尼我来继续。好，来继续。我讲有哦，真好食。我教。啊，刷来就是要甲大家介绍阮宜兰上出名的水果，除了黄梨了以外，还有一个叫金枣。金枣嘿，啊，不过金枣以早大家拢是摕来做生甘甜较济。其实吼，足趣味的。你问宜兰人讲，你平常时会食金枣无？应该拢袂。嘿，10个有9个拢袂食。袂食。不过有金枣茶。嘿，会啉金枣茶。啊，过你讲要食金枣本人，宜兰人通常拢是袂食的。是安那？那是你个观光客食。哎对。对，嘿对。阮自个食金枣食到惊着。系啊。哦。汉你食啦。嘿，真诶是汉尼食。腌过金枣嘛无好食，真酸。啊，搁皮咸嘛。对。即摆改良的是即摆改良足甜，嘿，内底酸，但是足平衡。迄款的物件，你到要做咸甜甜的时候就好食。啊，你若青果来食啦，卖其实较够。所以我就想讲，要搁互金枣一个舞台。希望伊会使重新互人搁介意。所以我就想讲吼，去意大利西西里，伊是用因出产的柠檬。啊，阮宜兰的金枣嘛真酸。我想讲，也是我来安尼试看卖。我就用阮庄仔头，阮阿姆做家己做的金枣的醋，落去调这饮料。啊，顶头是我去宜兰上爱食一间酸仔店，吼，意大利意式的冰淇淋酸仔。酸仔是啥物？冰淇淋，酸仔叫冰。酸仔冰棒，啊，但是我的好朋友伊用金枣落去做意式的冰淇淋，我就安尼就醋啊加气泡水，啊个冰淇淋，
是，今仔嘛有带来，来，今仔嘛有带。阮宜兰人就是爱为前菜、主菜、配点拢爱有食就到。无想要输的呢，讲到啥就食啥呢。手机啊，你妹讲嘛摕出来。有。啊，家拉者，你会使先啉下骹的醋，啊，甲配顶头的笋仔做伙食。所以这就是你讲的笋啊，就对啊。对，今早的今早的笋仔。今早的吉拉豆，嘿，吉拉豆，啊，下骹是醋，所以会使拉一下。哇哦，搁有醋啊，搁搁有一粒，搁有金枣冰，金枣冰。哦，你这有层次呢。对啊。就是希望会使大家会使重新介意金枣啦。嗯。就好啉的呢。这敢若用要赢过安尼，要安怎？安尼我真的等一下搁摕一个。等下还搁加分。所以这就是一杯饮料，就这种饮料，会使直接啉，会使甲笋仔分开食，啊，糖仔搁加辣做伙。你有食这无？你有食这无？这金枣，搁有一粒金枣。这金枣就好食的呢，是内甜的底哪哦这。宝？这嘛是阮家己煮的哦，阮家己煮的金枣。哇，哇，哦，够香的。会使吗？真手机会使搁离落啊吼，我敢若袂伤甜吼。我特别甲你指落啊，试你的啊，命。你先继续迄惊讶不止，我搁有一路哦，我有压轴哦。哦，这个我熟悉啦。你熟悉吼我熟悉。似曾相识。嘿，老朋友吼老朋友。今日阮嘛是真期待，过来带这老朋友甲你见面。嗯。好，拄啊老师有讲，阮宜兰上好食的是啥物猪？乌毛猪。乌毛猪。嘿，伊的是乌毛猪。嗯。我的是乌毛猪内底劳斯莱斯猪。哦。你用讲啊啦。嘿，劳斯莱斯猪。啊，拄啊老师讲食肉食三层，阮即个战斧猪排，伊嘛是有三层的部位伫内底。所以你嘛会使食到皮，食到 Q 的，食到瘦的，啊，食到伊的气味。啊，阮这猪。伊毋是食普通的饲料，伊是食巧克力甲cheese大汉的。安尼敢会好死？所以我就讲伊是劳斯莱斯。啊，你看老师，你你这，讲啥？你搁讲一摆。安尼敢会好死？好是啦。啊，歹势啦吼，先牛丸啦吼。你看伊这色水吼，这个油，吼，啊，搁这个肉，这金细细，这吼食到回不去，无法度搁转去食一般的猪肉。吼，我家己煎甲赤，用简单的盐给撒调味一下，啊，给煎安尼赤，你看这色水安尼，啊，这咧切落来会使食到 Q 的，食到瘦的，啊，这搁较食较爱食搁较瘦的，这嘛有。所以我今日就是想讲介绍这几个宜兰特色的食材来甲大家分享，感谢大家。所以老师伊就是用食物，互大家会记哩咱宜兰的这个文化，这在地文化，但是伊是用食材，哦，无共款的食材内底有咸酸甜啦，有即个乌毛猪啦，啊，搁有宜兰的米，哦，这两个拢不离啊离啊。但是我即摆想要试你淡薄仔较济淡薄，还是讲毋知你有加分呢无？当然一定有啦。伊是好朋友啊。看伊安尼，我就知伊爱传啦。爱传，拢是用心来计较的。好啦，那咱赶紧来去加分咯。来，巴肚有够枵的啦，哎呦呀！开胃啊！哇！愈食愈想要食，愈爱食，哎呦！老师现场真好，大家品尝一下。好，来，上班，我你看哦，上班啦哦，你看，迄是臭早起的啦。超大气啊！对，我白讲，阮实在拼袂过别人，但是阮故事一定赢你。哦，我是变会过你啊！哎呦喂，啊，因这就是无故事吼，敢若只有拼。震惊有够恐怖的。咱足久无看到这种战会啊！我这个飞起来啊！这要不要讲？要不要？好啦，那咱赶紧来去加分咯。来，巴肚有够枵的啦，哎呦呀！开胃啊！哇！愈食愈想要食，愈爱食，哎呦！老师足久无看，老朋友，我会使，赞啦！我会使摕起来，互大家看一下。你拢大声？老朋友教你啊啦！你摕看有偌重？你摕。怎么好重哦？
份嘛一两斤呢就高呢。嘿，金蛙，啊，这是你要放保鲜盒内底吼。嘿，对对，这个乡巴妹个，对，心机很重。听讲战俘第100有看，敢若真像浮屠似。看到伊本人，对啊，这有真一半。嘿，我等下现场前后大家品尝哦免等你啦，今晚就开始。今晚我来开始。啊，你蒸的过程当中，敢若嘛佫有汤吼。哦，嘿，啊咱这，嘿，这对。红肉酒鸡汤，红肉酒啊，你啊看这咱宜兰的地酒，对。哦，你甲看咱全台湾的酒吼，是，就敢若这罐是咱台湾人研发出来。红真肉。是嘞。嘿，这是咱伫咱台湾本土吼研发出来啊，的酒。小型的唔是哦。唔是啊，迄都是迄个中国迄个配方过来啊。红肉酒是用啥物来结的？伊就一个迄个紫米吼，嘿烧烧嘛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用伊一款菌吼，嘿，红壳、红壳哈，红曲，红曲啊，甲拌做伙吼，发酵嘛，发酵，就是酒嘛。那咱即摆要先来试啦吼，不要紧，你慢慢试，啊，咱无礼貌。咱节目结束了后再来啉落啊。你用过哦，小芳，我你讲哦，小芳哦，你看你安错。迄是臭早起啊啦，超大气啊！对，我白讲。就好笑，咱就久无看到这种战会啊。水果啊，来，一个邮票来，个烧的我看个清烟呢。当然啦。我足久无啉着啊。安尼吼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外公外婆拢是用这来弄鸡汤。哦，你个配方料理配方嘛，差不多是安尼就对。对，差不多。即摆拢无酒味啊。无啦，迄都甲控到迄个酒味拢无去啦。你一点仔酒的感觉拢无呢。啊，是足拍算的。哎，我是讲，你若直接加入去，安尼敢会使？嘛是可以。我试看。哦，你试看吼，你做代志哦，做代志也暗示哦，也暗示。迄是阮的料理米酒我感觉你规罐啉好啦。无啦，我看安尼有较无共。伊嘛就想要你的票的，叫你开罐啉。对啦，嘿。嘛是淡薄仔佫无共。这个鸡酒食起来汤有够清，面味嘛就很干净。对。毋过内底佫有一点仔黏黏，迄胶质拢出来。饺子，我懂，嘿。哦，咱宜兰有一个名菜叫做高渣，高就是炖鸡吼，啊，佮甲放一寡鸡仔了吼，因为鸡肉本身伊会有胶质，啊，即马这鸡汤若放冷去啊，就会结冻，结冻啊，这个冻啊，甲温分啊，进行就变高渣。哦，迄我上爱食啊，蘸迄个咸酥，敢若咸酥鸡咧。宜兰人足侪即种家己的料理的，都早人福肉啦，吼，啊，佫有迄啥物西卤肉。西卤肉伊嘛毋是卤肉哦，西卤肉无肉，嘿，西卤肉无啦，迄叫西卤肉哦，足奇怪的。但是迄内底拢是故事，每一个料理拢是一个故事。对，阮实在拼袂过别人，但是阮故事一定赢你。哦，我是拼会过你啊！哎呦喂，哎呦，啊，因这个无故事吼，敢若只有这实咱站个边啊，嚟恁宜兰。不要紧啦，来，你讲我卡拢伫谈吗？哎，那搞你。哎呦，干得好啊！呢。好啊。哇，哦，水甲，哎呦喂，哎呦。哎呦呀！迄油啦。你规支摕起来，互阮欣赏一下。哇！来，就这样。你袂烧啊？烧。没啦，做厨师呢。哎呦，你这是咧迄落。这老皮袂过风，我不顶过啊，歹势啦。来，大家切切。哎呦哦，这个色水你啊看卖啊，咖啡，哎呦，啊这哦，等下较慢，好。哎呦，赞。欧摩的，欧摩的的劳斯莱斯。来这个。哦，这支好哇，水哦，好你这一定爱看伊边啊，伊个侧面。哇，粉红啊色，所以你这几分色啊？我拢做，因为台湾人较会惊，我拢做八九分啊。八九分哦，无烧。所以其实伊爱食这个熟度就对啊。对，无错。伊有法度食到7分咯，
其实阮家己食，7、8分嘛是会食的。哦，啊，你爱问酒无？好，你会使先食一个完味的，搁有过来，等下我验甲你。我互大家看较清楚，我互大家看者这个色水，爱记哩啦，爱啉这个色水，这个粉红的色，才是正港的宜兰乌毛地。哇，他给你，以后你一个7分熟的啦，好，就香的呢。哦，谢谢。滴，来这么难。好，来滴，好叫我滴哦。哦，阿芳老师要滴无？奇怪，我感觉我第一摆食就哈。啊，你还搁留一袋互我，因为阮搁有一个 special 的酱料。哦，好。哦，盐你的。来，哇，你法国的老师若食到你这袋，真正目屎就要真乱，真正你目屎流啦。来，阮搁有一个 special 的酱料。哎，你对迄个豆子啥？豆子，来，阮换一杯，阮是干那豆子尔。来，我感觉吼，你这个宜兰乌毛地的特色咧对，就是这个散肉的时阵，伊袂讲安尼薄袂硬，对无？啊，饲落佫会安尼弹弹佫 Q Q。啊，我感觉吼，印象上深的就是中央这顶油，伊会化去，就是这顶，嘿。而且伊的迄香气吼，甲一般你食猪肉的味拢无同款。足清啊！足啊，你这是什么酱？这是嘛是阮庄仔头家己种的桑葚，哦，酸嘿，酸酸做的酱，桑葚。牛蛙球牛仔手指，牛仔球，球那个蚕宝宝的树，那个哦牛仔球子。啊，伊就酸酸甜甜，若是讲有的人惊食伤油，迄油的口感会惊，就会使配这酸酸的酱料做伙。哦，哎呦喂，哦，手机啊，紧嘞，手机啊，哎呦喂，香吼，足恐怖的好食，够恐怖。厉害吧？筷子哥飞起来呀！真的，这也袂食。要不要聊要聊？哇！这个手机爱个，手机啊哎呀，就大哎呀，我马上先坐车队。我先坐看要安呐，看要安呐，啊这边是老师傅呢，是大路遮远安呢，这个上唔好吃冲锋啊，我真恐怖啊，我分。好，我好。这哦，就丢毒的，啊好，好来。好，拢投票好势啊！准备来开票，哎，帮我算一下1、2、3的来，老师。1、2、3，打了！我叫签，我只甲你叫请你吃完，把我放了，我想来到。你就个厉害啦！是鸡巴食这对，鸡巴食这对，你讲好我的心意。子哥，你讲，拍谁哦？哦，还是你先坐车？好啦，这集后壁我拢莫讲话。人共乘呐，你讲为啥人啦？共乘。无紧啦，我想的是礼让，或是感觉你老大人面皮较薄啦。你路搁足长嘞。我甲你讲吼，今仔日嘛是米其林料理吼，我一定是投 Candy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是讲宜兰的因为我是宜兰人嘛，我感觉讲甲阿芳老师的故事吼，我较有共鸣啦。是你大汉的。嘿啦，因为介绍的物件拢是我细汉甲大汉拢伫咧食的，啊，不过我即马足久无食，所以今仔日有食到吼，足欢喜有看到，就怀念呢。是。对。吼，嘿啦我接受，爸爸叫车。啊，不过我吼，看到你的名片哦。谢谢，多谢。哎呀，咱真系中大呢，观众朋友做伙去宜兰食好米啊，好无？咱后一来上会哦，短带去来有咱所有的影片哦，咱后一来上会，拜拜。